好来，乡亲啊，这个2022新竹市长的选战开始布局了。民进党红点名有林飞环、吴怡农，啊那第三势力有这个高虹安、邱显智。国民党嘛有几来的人咧争取，包括立委林维洲在内。伊讲，若是无有够强的人选出来，无排除家己会跳落选新竹市长。来出同意或不同意？伫咧台中演讲馆内底，国民党立委林维洲替推动公投表示宣传。上新的消息是，有可能要来选新竹市长。我的建议啊，就是要办初选，因为只有办初选才知道谁的民意最强所以当然我不排除会参选，他们如果有够强，能够赢的这个选将，那我还是会支持但是真的需要我的时候，那我也义不容辞。林维洲已经准备好势，不过党内唔拿林维洲，佮有南亚议员拢讲是要参选。民进党嘛真竞争，包括副秘书长林飞环真侪摆红点名，地方议员地方辉嘛是人选。不过第三势力嘛真有气势，那民进党立委高虹安已经和地方基层伫咧搏暖，要参选新竹立委的邱显智嘛可能会来选。在防疫跟节水的措施，或者说在8月的4项公投，让民众投下不同意票，支持政府正确的施政方向，我认为才是现阶段最重要的事情。现在确实也开始有在做一些像新竹地方上，不管是从科技方面或者是教育方面一些相关的一些议题，都有开始在做一些地方服务。合作的部分可能都还太早，因为现在国民党是连初选都还没有开始起跑嘛。两党敢无可能的合作？民众党各位大家真红，伫咧林志坚时代，谁会当拼出选战，互大家拢真好闲。